時單寶引入最新嘅德偉32立 DXL 工具儲存系統，就係你喺 workshop 做嘢最強而有力嘅穩健根基。呢組30寸嘅堅實寶塔，最大總承重力高達200公斤，6寸重型滾輪，稱霸崎嶇地形，上坡落斜，無拘無束。最頂嗰層係30寸廣闊工作台面，隨傳隨到，高度及腰，就手好用。杯架仲可以放定2杯嘢飲，做到攰同老友嚟個 chill time work-life balance。單櫃桶、雙櫃桶層層疊起，滾珠組成滑軌，俾你好平穩咁拉出推入。每個櫃桶可以獨立存放25公斤嘅重嘢，內置金屬防盜鎖，為你提供多一重安心保障。唔同櫃桶 combo 一齊用，入邊嘅間隔可以任你再執，大量工具收納整齊，滿滿嘅生產力就喺晒呢個塔度。時單寶總代理仲可以幫你安排一系列德偉原廠客製化配件，專業用家可以嚟個配套放題，自己揀用幾多個掛鈎、配件兜、電梯座、電池架等等等等，打造一款個個都唔同，淨係啱你心水嘅 package， 可以話係實用嘅極致。嶄新嘅德偉32立 DXL 工作站，秉承德偉品牌強韌耐用保證，為工作環境帶嚟前所未有嘅統治性。工具移動同儲存盡在用家掌控之中。全線系列現已接受訂購，時單寶獅王會會員更加可以享有額外嘅入手福利。即刻揾我哋砌一套屬於你嘅工作站啦！如果想即刻知道最新消息，即刻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！